菊花花是国内赤花栽种面积上界大的，大概有600公顷遐济。其中这中华产尾永靖这搭就占了90%。不过，咱台湾的菊花花大部分拢是秋冬品种，热天时啊花就真歹种。台中农改场用9年时间研发热天的菊花花新品种，增加农民种花的选择。 一蕊一蕊高水的黄色小菊仔，是台中农改场上新研发出来的热天菊仔花品种。国内菊仔花的栽种面积大约600公顷，其中产尾永靖这带产量就占了90%。但过去菊仔花大部分拢是秋冬的品种，台中农改场即阵成功研发出热浪菊仔花的新品种，增加农民种花的选择。今年最新推出的台中13号晨光柠檬呢，这个品种它是早花品种，也就是说，农民他们电造之后洗电可以到花的周数大概只需要7周，所以这对农民来讲是非常好的，因为他们种了就可以比较早采收，比较早上市去销售。 菊仔花是国内栽培面积上大的赤花，嘛是产尾花农重要的经济来源。但最近极端气候和热天花愈来愈歹种，产尾农会嘛望透过新品种提升热浪国产花的市占率。这几年咱的花嘛一直无好种，就是热天花所以咱台中区改良队嘛一直咧甲咱斗3工。 找新的品种出来刚开始推广无啥迄落，但是即马接受度袂歹啊，继续咧发嘛对人会对啊。台中农改场表示，菊仔花伫国内拍卖市场的交易金额大约8亿元，是台湾重要的赤花品种。尤其黄色的小菊仔，上悬的价销落伫当年的7、8月。这种上新的台中13号会堪伫气温热到35至40度，甲以前的花比，上无会当提早2礼拜采收。 相信对提升农民热浪的收益会有不少的帮助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